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聽靈啱無間嘅 channel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大天使 Archangel 係大天使 Michael。雖然英文呢個串法 Michael 係 Michael， 但係我哋會通常嗌佢係 Michael。Archangel Michael 呢，佢係散發住好靚嘅皇家藍 Royal Blue， 一個好深好靚嘅藍色嘅光嘅，而佢嘅光呢，都係帶住關於勇氣、力量同埋真相等等嘅特質。大家對 Michael 最常嘅認知可能係關於保護。咁當然啦，佢除咗係着住一件 Royal Blue Light 咁樣嘅袍之外呢，佢亦都係手握一把寶劍嘅。當然 Michael 亦都係同保護有關。佢嗰一件深藍色嘅袍其實就係 Protection 保護嘅袍。佢可以將呢一件袍借俾你，擺喺你嘅身上，幫你笠住你個頭，笠住晒你整個人去到地下，並且可以咧喺件袍前面一路幫你拉拉鏈，為你提供非常好嘅保護。咁所以無論你做啲乜嘢身心靈嘅工作啦，或者 energy work， 你都可以邀請埋 Archangel Michael 嚟到，亦都觀賞翻佢帶住呢個深藍色嘅光，亦都為你披上呢一個深藍色嘅披肩喺你身上去保護你。雖然話佢可以提供 protection， 但係其實咧佢最想我哋學習嘅就係用自己內在嘅力量去保護自己。Michael 嘅袍除咗係提供保護之外，亦都可以強化我哋嘅氣場。我哋嘅氣場其實就係自己最好嘅保護盾。咁所以佢都係透過咁樣去訓練翻我哋咩叫界線，點樣可以令到自己嘅能量場、自己嘅 aura 穩陣同埋強壯起嚟。頭先有提到 Michael 有一把寶劍，呢一把寶劍叫做 Sword of Truth， 係關於真相嘅寶劍。有需要嘅話，你係可以問佢可唔可以借佢把寶劍嘅。呢一把寶劍最主要嘅用途就係可以協助我哋帶住誠信，將真相活出嚟、行動出嚟同埋講出嚟，亦都可以令我哋成為更加真實嘅自己。Archangel Michael 亦都係負責人類嘅喉輪。咁當我哋嘅喉輪係真正被喚醒，進入5次元嘅狀態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活喺完全嘅坦誠之中，亦都係同身邊嘅人事物充滿住互信。咁當然，當我哋嘅喉輪係5次元嘅時候，我哋亦都可以同所有嘅傳友、所有嘅物種都以心靈感應嘅方法去溝通。唔單止係地球上面嘅傳友，地球以外嘅傳友亦都係可以嘅。除咗溝通之外，喉輪其實都係同顯化有關，所以我哋亦都可以揾 Archangel Michael 嚟幫手，給予我哋勇氣、力量、保護，令我哋可以帶住誠信活好每一天。亦都請 Archangel Michael 喺我哋呢個揚升嘅旅途上面，每當遇上危險，請佢提供保護；每次遇上障礙，請佢都以佢嘅寶劍幫我哋斬清前面嘅荊棘，斬開唔再需要嘅能量索，斬開捆綁我哋嘅幻象，令我哋可以看到真相，真誠地活着。而當我哋真誠活着嘅時候，亦都對自己坦白坦誠，我哋就會更加容易顯化自己想要嘅嘢。我哋可以注意返我哋嘅思想行為同埋我哋嘅能量，係咪帶住真相嘅能量？係咪帶住誠信嘅品質？我哋係咪成為咗力量同埋遠見嘅一個真正嘅領袖，並且可以為其他人提供相類型嘅保護呢？我哋又有冇俾呢一個世界見到真實嘅自己、神聖嘅自己呢？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